人。我空行啦，推落去。都要空啲啦。都係嘅，空啲嘅。哇！佢有㗎，因為話咧，我見好多人都冇。佢玩得唔好，就因為有我先坐喺度，我嗰啲落晒，抽部機俾我，犀利，都 OK。直打咗面咯，打落去，跳下。咁多啊！嚟啊！係咪想部機啊？都讚你。23啊？係。都得。15打面。近點樣就會加佢有名嘅加糖。狸貓爬山。冇頭係咩事咧？冇頭咯，我上咗㗎。翻買工嘅帳或者乜，哇！佢係就投得落去嘅。啲件越嚟越齊啊！唔係 sorry 啊，唔係越嚟越齊，齊晒啦。係啊，爭烏鴉婆婆啦。烏鴉婆婆係喎，爭個醫生啊，爭個度趴喎。哇！一個度趴。哎呦！哇！就落咗去。使唔使 call B 喎？機話。就係 call 佢話，或者 call 乜？有你咯，得得得。2000萬有我咯。123。煙他食咗先。超。23 C 係先。咁用。唔係咁都點用啊？呢係加工，冇錯。呢個我 V 位加工嗰個會唔開啊？因為唔識分嗰兩個黑白色。真係。3咩班上一個先。呢個先。係啊。跟住睇。破
住今個湯份長每一個 normal unit 加3件湯嗰邊，後冇得縮，兩個加5000公，要你 gravy 嗰先加1萬。28。呢邊18。係。後我一定特質數冇加咗24，而家係37000。37即係23兩尺，係冇錯。23兩尺，即係33兩尺，我食嘅出係試，即係23兩尺，係咪？係試。呢個打側先，跟住呢個打埋呢28即係18。N 香士啊，因為咁係我打錯。太难了，太难晒嘢。加10，打咁多錢加10，呢個先，錢加到先20，30先啦。即係呢個實體。好難搞，好難。即係13、20、33，好似有80，好似有20。呢個係咩？係拉佢。而家可以錄製頭下喎。係啊。呢個係15。故事20。
係佢自己加唔簽，所以呢個幫佢加唔簽，會有20嘅影下2蚊。但係係用文人喺墳等頭先啊！係啊，呢個陣頭拉出嚟啦。啊係，跟住2蚊拉。封呢隻。假吧。未10個份㗎啦，而家有冇10個？10個啊，10個。80。哦，10個，所以嗰邊飛緊大手啊！深淵同車一家，所以呢個拉出嚟會係13塊，跟住條骨就係18，係呢個都係18。呢個18 即係而家18，全間打嘅時候，我23啊，懂。呢個係我3名單咗片係咪啦？手有啊，有啦。先呢個位，呢係10個係。咁啊，咁樣因為加法。係呢個係近值嗰陣時加法。係3個定2個？當有3個擺或者我今日都有做 P.Y. O.K.
我覺得係有嘢之外，呢個效果甩鬚，兩個加一萬個，跟住開呢個效果甩鬚，呢個加一萬個有效。3/3面，打面，23、33、43、53，挑到，挑唔到。而家邊位23，跟住呢個打算，即係持續兩個，肌肉加花，肌肉增加。23，係，即係23打3槍。呢個係43000，呢個係53000。34，唔係23。8個，好多嘛？要激動。係，即係兩邊係裏邊有一粒，跟住都降價咗1萬。33、43、53000。係裏邊63000。就40000蚊。幾輕？咩？有呢數，OK。而家攞嚟加1萬，所以就係兩邊都係25米。
先發咩？對面三咩？對面三咩？就係又係一即係25封呢隻。確定啱嘅。係。3。好辛苦啊！打出嗰啲有得出㗎。21、31、32。喺呢個公司3名抓先。全北路嘅係23、33，中間嗰隻會係23，中間嗰隻冇出口就23。啱啱。好辛苦喎，又有釘車。而家係20盤43係一日，個釘車狗嚟啊！哇！3名冇出假三車，頭痛啊！有冇 P 啊？冇片，有冇頭啊？抄緊。冇啊！驚到。冇啊！冇啊！咁重要咩？咩啊？冇咁重要啊，其實。釘車重要啲啊！夠啊！打我！Random 拉又卡，你個釘車好勁啊！又夠我一命啊！你個釘車夠你，夠我無數次啊！我要有釘車啊！知啊！葉寶話會升啊！係咪未有超啊？係啊，比較超嘅，機個數兩個加工。唔係啊，咁佢都放佢都放同埋我卡咧打盡都係打1嘅咋。佢話第5權 P 卡打1嘅咋，打1嘅咋。係啱啦，我揾4個人同我收過嚟啫，最 FF 我咪再送啊呢個。我認識嘅人再見我唔做呢個。再睇出嚟。搞撚掂啊！我龍德路都已經係關子。我仲執到應該係報警咯，我想講。撲街有嘅。報警啊！嚇！我之前報警。最後一條啊！嚇！咪報警咯！拉咗佢啊！拉咗佢啱㗎啦。佢好多 damn check。拜拜。我拉啱我先呢都。我已經去呢個 damn 超，但我中間打落去冇意思。我 damn 超冇用啊！我要 damn 超啊！我要 damn 超啊！我唔要 damn 超啊！佢 damn 超有冇用？哦，因為佢冇釘開下。我要 damn 超啊！哦。28。佢最驚因為你起啲 Q 翻落去，跟住佢食 damn 超。咁都唔知做緊啲咩咯，成場牌。38。
我哋 blue 得 I blue。佢而家多啲㗎，你張出啦，我得咩？41，38，再爭。